对。Squid Game зурлаа би. 很棒。这个毛笔啊，哎，同学们，这个毛笔这样拿啊，这样看，看啊，5个手指头，看这，放在中间，放在中间，哎，这样，然后呢，垂直于纸面。아, 저다 여기 누가 찬스다가 위치를 이렇게. 아, 이거 좀. 내가 내 빙하스 옥수기 여기 쓰셔. 이제 됐다. 자, 이제 됐어 여기. 목도 모르고 지금 모르고. 아, 너무 강하죠. 야, 한대한테 우리没事，早点说。 니네 진짜 그거 말하면 안 돼. 그래. 서서하고 듣고 다. 지금 아마고 서서하고 비치 어디시다. 말하면 안 돼. 야, 이거 뭐 중간하는 데 어디시다. 어디시다. 중간하는 데. 중간하는 요즘 무슨 비치 되고. 네. 근데 무슨 비치. 너무 요. 어디你们现在啊，你们现在就可以教他，大一点好一点。더 맛있어.显得琴大一点。 이게 좋은데. 이제 나가 이게 아침에 먹을 수도 있어.哎，同学们，就写点这种大的，待会儿拍照好看，看到吗？啊，你要写的不用给他找那个用笔怎么样，就直接就写了，你看。哎，很好，这个已经有一个同学顺利的写完一幅了啊，你看，是不是啊？很好。一张纸写的挺小的，对。 좀 내밀잖아.同学们都写的大一点啊！大一点。哦，看这个又成一个了，看啊，不错是吧？哎，不开。嗯，是不这个纸有的是啊，不够我拿的。擦掉了。我待会给你写，你这你拿那个，一般咱们写的大的，就这个纸不是有让这个走完开光路，有色的话一般写在这里。美丽，哎呦，这写的，哎，这你写的？啊，挺好。这个写在这里，它的属于它，但是我写的是都比较粗一点。哎，不错的。对，写的碎的。 따라 못 듣지, 더. 이 누르스. 누르스. 你看这个行为就看着写的挺好的。放在那个这个书。可以写的再大一点，一会儿我们这一张纸就写一个大字。好，你在那边，我给你拿新的纸条。你现在已经是生，但是还不是服务生，一开始那个生，哎，你写上你的名字，哎，写上你的名字，我给你念一个啊。哎。 哎，这你写的是吧？是吧？你看啊，这个龙的效果是不是越来越好了，是吧？哎，你写的符号。아니 맛이
뒤. Burada tıraştı işte. Hadi 진짜라. Rồi, mình đi dạo đi. Banget butuh mbak tadi sih. Ya 지금 내비한 가가 되나? 야 지금 거의 내비한 가가 돼.你们好乖。您这个也很好。你找，随便找一支笔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大家哈，不用局限于这一个。你看，哎，这个加上点字母啊，或者是图画什么都可以。哎，这种更好，这个更好。名字。哎呦，这个是写的挺好，这个。龙很好。근데 지금 老师，我这个他有就是那个名字，我是给他按写了点字写，还是不是？ ortaga bölgesinin nereye nasıl gidiyor? Hatta nereye? 你呀，这个差不多。好可爱。哎。你这个写，你别光这个。哎，可以，就这样就行。我再写的大一点。
我跟你讲，你写的多大哈？你写的，你这样啊，这样，我给你写一个。这个就这么大。是吧？这边呢，这边再把你这个写在这里，对吧？这个啊。看吧，没事，还有纸，有的是。然后，这是你的名字吗？河口。对。可以，你就写。很棒。对。노래 한 거 나 지금 让他们就是圈儿的。非常好。 그냥 한 번만 못해. 然后竖着写，对，竖着对。 이렇게 자주 봐.对，要前上。对。 非常好，铁，对，横，铁，对，铁，是那个，点，对，非常好，横，对，对，再提的。 对，点，铁，对，横，非常好，很漂亮，好有天赋，很厉害。 对，我们再练练，然后我们就录。来，铁，对，横，对，横，好，竖，对，停上去，对，很好，铁，对，横，对，横，可以再画的长一点，对，铁，对，很好。 再写个河，撇，横，对，撇，对，很好。这个树可以放的长一点点，对，要比这个要密一点，对，这个要撑在上面的，对，然后
后这两边要离得再近一点。对对对对。嗯。你们3、4节的。对，很好。然后我们可以练小一点。今天上午就感受的时候，我第一次上这个。河图啊，真棒真棒。第一次来山东。去年那个老部长给大家带领那个戏剧的。他们去年也是来了。나왜 지금 내려 당근 진짜. 西部段，然后还有大阪，大阪这个好多人都在这个地方。我去过，我那个。我知道有一个。对，你拿着小笔，对，山猪，再给你拿张纸。어떻게 돼?我们从这样和图拉和图对，여기는 잠깐하고 회. 对，还会更底啊，真棒。对，竖下来。我带你写。到这儿了是吧？等一下。来，你写竖，对。 竖。撇，对，撇的小一点。慢慢提，就是你这样对，用笔锋一点往上撇，好，然后点儿，对，点，对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然后竖，对，很棒，很棒。好，活下来，对，然后中口。很好，很好，很棒，很棒。然后接图，先是横，对，记好横，对，横，对，非常棒，然后竖折，对，很棒，很棒，撇，对，横撇。对，很棒。不要这样上起来，要好棒呀！对，再点一个。好，然后我们封口横，对，
很棒很棒，最后一个字啦，加油！然后跟这个臭曲拉，这个。来拉，好分叉了是吧？加点对，拉，对，拉，对，对，很棒。然后树皮，对，树皮，很棒。然后提，然后点，对，横，点，啊，对了，点，对，这个意思。撇一个小撇，对，好的，最后一个横，真棒，可以，很好，哇，好漂亮，哦，20，对，250，今天是12可以。这就是我们的大作，太好，这会儿去洗个手，听不到。对，洗手，就是把这个洗下来，很好。一会儿我们合张照，对这个合图啦，你好，我合图，名字展培静，危险，对，展培静。对，然后你可以自己盖在这里，对，你盖上就行了。对，然后盖一个，对，啊，这里是对，然后压使劲压，对，使劲，很棒。哦，triste。同学们，那个写完了可以从这里照个照片啊，你可以照个照片。你可以上这里。就是啊，还揪着吧。